匱乏感點樣會阻住你顯化呢？你可能每日都有努力，都有諗法，甚至學緊吸引力法則，但點解都仲係吸引唔到想要嘅金錢、人物同埋改變呢？好大嘅機會就係因為你內心其實活着一種叫做匱乏感嘅能力頻率，呢個能量頻率係好重要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onica， 係一個身心靈幫助姊妹們、媽咪們30至50歲嘅姊妹們，幫助佢哋潛意識顯化，等佢哋想得到嘅事情、東西，例如金錢、幸福、指家庭幸福、愛情各方面。其實咩叫做匱乏感呢？匱乏感其實唔係指你而家冇錢，而係你一直覺得自己唔夠好，唔夠資源，唔夠快樂，甚至唔值得擁有。例如我好努力，但係點解都揾唔到錢？究竟背後有啲咩搞作呢？其實係你內心嘅世界，就好似講我其實唔相信自己可以輕輕鬆鬆咁樣去賺錢。呢個咧就基於細個家庭教育，父母俾你教育就話賺錢一定要身力身為啊，辛辛苦苦先可以賺到錢。又或者我好想有人愛，但好似唔係會有人愛我喎。咁背後嘅原理係乜嘢呢？就係我唔覺得自己值得被愛，你已經否決咗呢樣嘅事情。又或者我好驚錯過機會，驚輸。其實背後嘅原理係乜嘢？其實你個內心世界話俾我哋聽，世界係好唔公平嘅。所以咧，我一定要捉實所有嘅一切嘅機會。如果你喜歡我呢個內容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打開呢個小鈴鐺。同時，我亦都給大家準備一個超級免費嘅福利，同埋將我個 Telegram 添加下面嘅方式。其實顯化唔係睇你講咗啲乜嘢，而係睇你發出緊啲乜嘢類型嘅能量。如果你內在一直都發出我唔夠好，我唔得㗎，我怕輸㗎，呢一種咁嘅負能量，宇宙會接收到呢個信號，就係好啦，你覺得你唔夠好，咁我就俾更多你唔夠好啦。即係等於我哋成日都講啦，種花得花，種果得果，同一個道理嘅。因為你個心係咁樣諗，宇宙係睇到你個心係點樣諗，睇到你內心嘅世界係點樣諗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必須一定要解決到呢個轉化。咁點樣轉化？有咩方法啊？其實轉化嘅方法係好簡單。咁我哋係由冇轉做有咯，由匱乏轉向豐盛嘅頻率咯，係嘛？即係好似你扭開收音機咁樣啫嘛。你揾唔到呢個頻率，咪轉校另外一個頻率咯。你一定揾到一個頻率㗎，係嘛？所以咧，我哋就經常性練習咯。所以我哋先練習去感恩，唔係為咗變咗做個好人，而係訓練大腦見到我已經有呢個事實，我係值得擁有嘅，我係配得嘅。憑乜嘢？憑我自己咧覺得係有嘅，我值得配得嘅，係嘛？講出肯定句，我值得擁有夢想中嘅生活。金錢中意嚟揾我，我好識用錢，因為咧語言係有能量嘅。所以咧，如果觀察係內在對話，當你一諗吓冇錢點搞啊，你就停一停咯，將佢改成我會揾到解決嘅方法，我唔再孤單啊。甚至咧，我咧就建議咧就擺條橡筋喺呢度箍住呢個手腕，你講負能量嘅嘢，你就彈一彈自己。我唔應該講負能量嘅喎，呢啲咁嘅微細嘅動作。所以證明你唔再係受害者，你係邁出咗一步，能量佢就識喐嘅。所以歡迎添加我嘅視頻喺下面評論區嗰度，
聯繫嘅方式，立即同我預約。我咧就係會係有一個值得價值一個2000蚊，大概15分鐘至半個鐘頭免費諮詢，令到你離開財富更近一步。我哋唔需要做太多嘅事，只要你做對一件事，就係完全唔一樣，成個人生都會改變。呢啲係非常之簡單嘅事。咁咧就我下一部分咧就會教你點樣去有呢個匱乏感，我哋將佢轉做咁值得咁配得咁，乜嘢都值得嘅。繼續睇落去，我係 Monica。今日咧我哋就會做一個指導式嘅顯化冥想，配得感嘅能量點樣開始啟動。我哋咧就先開始放鬆個身體。而家你就揾個安靜啲嘅舒服嘅地方，可以坐低，又或者瞓喺張床上面。然之後輕輕合埋眼睛，然之後深呼吸。我哋再嚟一次。慢慢呼出所有緊張、懷疑、不安嘅情緒。而家你覺得好安全，好被支持。你只需要聽住我嘅聲音，慢慢進入你內心最深嘅地方。目的就係將個身體連結同埋個能量一齊打開，感受你身體同宇宙之間有一條無形嘅光嘅通道，係金色嘅能量由你頭頂慢慢流入你嘅身體，照亮你嘅心、你嘅肚，甚至你個成個人。而家我邀請你接受以下呢一段信息，我哋會重複講2至3次嘅呢一段顯化嘅說話。我唔需要再證明自己，我本來就係夠好，我值得被愛、被睇見、被金錢溫柔擁抱。我值得擁有一個自由、有收入、有意義、有影響嘅人生。即使冒險，我都值得被宇宙以最好、最美嘅方式照顧同埋支持。我選擇相信我已經喺對嘅路上。而家就係能量收回同埋祝福，你可以感受一下內在一種穩定、溫柔、有力量嘅感覺。呢一種配得感唔只係你用嚟顯化嘅能量，佢本來就存在喺你靈魂嘅入邊。你天生就係值得豐盛，值得被愛。當你準備好，可以慢慢喐動下身體，甚至打個喊路，慢慢張開眼睛。記住，你每日都可以重複呢一段嘅練習，幫助自己重設你嘅能量，重新對齊你應得嘅人生，唔係受人於控制，而係屬於你自己嘅人生。呢個就係你個最豐盛嘅人生。如果你對呢一份嘅視頻中意嘅話，可以留言關注我，我係 Monica。
甚至寫低你嘅感覺，呢一份配得感嘅練習點樣可以幫助到你？我係 Monica，下次見。